順帶一提啦，咁因為如果呢一刻咧就唔想使錢，我當一兩萬蚊有啲貴嘅，唔想使。咁但係之後咧，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話咧，其實有機會都使夠大錢嘅，即係到時候咧就屋企人嗰度咧就要做一個申請啦。咁啊，根據翻精神健康條例嗰度做一個申請。咁到時候咧個申請咧就會講話有啲咩需要，可能係啲醫療需要又好，定還是有一啲其他受養者佢哋本身咧都要靠住呢個人去幫手先可以生活到嘅。咁到時候咧要做個申請啦。咁雖然啦，呢場官司未必會有人話，喂，我要同你打官司啊，或者有機會有其他親戚跳出嚟話，喂，唔俾你去拎錢啊咁樣，成未必有嘅。咁但係無論如何，有機會嗰個使費嗰度咧，都起碼10幾20萬左右嘅。咁有部分錢當然就一定要一開始先俾咗律師先啦。咁下一步咧有機會喺翻呢個主事人啊，即係呢個精神狀況有啲問題嘅人嗰個錢嗰度照拎翻出嚟嘅。咁所以變咗，如果呢一刻可能唔想使呢嚿錢嘅，咁如果真係有需要嘅，咁有機會會使翻個大錢出嚟嘅都。咁即係話啦，如果我今日啦冇準備呢個持久授權書啦，咁啊又真係咁不幸啦，咁啊患上老人痴呆，家屬咧就需要咧去用我嘅錢去照顧我又好，照顧翻一啲需要嘅人都好啦，咁咧就需要咧有一場官司發生啦，而呢場官司咧就可能咧需要用到咧6位數以上嘅律師費㗎。